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是交通部上新的统计。去年12岁以下儿童因为交通事故受伤者有将近1万人，其中更加有24个儿童来死亡。为着要来宣导着交通安全，市长罗秀燕化身做小学生，甲小朋友做伙来宣导着正确的交通观念。台中市长罗秀燕伫黄色的小学生帽啊，和小朋友做伙伫行动式交通安全教育园区演出互动式的情景剧，宣导正确的交通观念。10月份是交通安全月，台中市政府举办宣导活动，甲市府广场变作教育园区，宣导交通安全的重要。搭配可能我们不同年龄族群，有长者、有小朋友、有一般的使用者，那是让我们跟产业端的串联，那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更重视交通安全。活动嘛安排，互囡仔骑儿童版兼用小下类机车，还有儿童专用迷你小汽车实际体验。学生若是拄到无路顶的路口，安怎停按钮？要活的车辆嘛要互自行车先行，唔那互囡仔体验以行人的角度思考，嘛会使用驾驶的立场思考。尤其小朋友们哈，大家要注意安全，交通安全。我们大家都自认为我们对于交通安全有些了解，可是透过今天的活动，我们才发现，其实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完全正确的观念。罗市长讲，台中市真重视交通安全，所以扩大来举办交通安全月，希望透过宣导活动，把正确的观念传到台中市每一个所在。未来嘛会继续加强交通安全的宣导，来减少民众的死伤，嘛互用路人更加安全。